后礼拜四就是双十节，即间的双十大典有安排华语、台语、客语的歌手，也佮有原住民的合唱团做伙来表演。嘛特别邀请到高龄头战役的3位英雄欧阳军、拿玉章、甲王华岳来到现场，要甲拄摕到世界合唱大赛金牌的尼泊尔合唱团做伙来唱国歌。另外，即间的双十节宴会嘛是头一间伫咧婚礼举办，佮要结合布袋戏的歌曲，做伙来展现婚礼的特色。穿舞伦的衫，伫咧舞台顶展现家己的歌声甲自信。高雄宝来国中的合唱团伫咧7月份拄摕到世界合唱大赛的金牌。后礼拜四双十节也会甲尼泊尔合唱团、高雄老龙国小、建山国小合唱团做伙来唱国歌。另外，国庆筹备委员会也表示，即届国歌领唱也特别邀请高龄头战役的3位英雄欧阳军、蓝玉章、王华岳来到现场，希望会当展现台湾团结多元文化的力量。还有古宁头3位老英雄会亲自出来唱中华民国的国歌。这3位老英雄都90岁，他们还有这个心，他们年轻的时候付出青春岁月、血汗与健康甚至生命，他们很清楚保护中华民国的国旗。当年国庆宴会拢会吸引侪民众来欣赏。今年国庆宴会是头一届伫婚礼举办，现场会有3万发40分钟的宴会，也佫有400台无人机。另外，也是布袋戏故乡的婚礼，到时阵也结合布袋戏代表人物苏赣文的歌曲做结合，展现婚礼的文化特色。由我们的台湾男神史艳文那一首《出埃及记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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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一首一定要在云岭虎尾来播放，才能凸显它的意义。今年国庆大典强调团结共赢，除了邀请华台客语的歌手，也佫有原住民的合唱团，展现多元的文化。宴会也特别办理伫龙山，传统文化拢真丰富的婚礼，希望到时阵为南到北，规个台湾会使做伙来庆祝。记者张家嘅曾振佑台北报道。